桥头地检署查到网络平台 Fans17提供未成年的性私密影片，予有立钱的会员看。检方去敲公司等所在，也查扣现金6500万。涉案的人士包括着现役的军人、退役的警官，也有一个网称小哥哥艾丽和网站的负责人。问话了后呢，这网站的公司董事长董事，也有员工等6个人奉声押核准，也拿这位网称是20万交保。目前网站已经封关起来了，检警也当咧扩大清查。已经互人关起来的 Fans17网站收押写网络内容违反刑法甲儿少性剥削条例，高雄桥头地检接到线报，这个网站内容有真侪未成年性私密影片，互付费会员观赏下载。对查考验对象发现现役军人、退役警官涉案，也有爆料公社负责人挂名董事长，姓陈出名的网称小哥哥艾丽是挂名公司干部，传过家己所翕的影片。检察官执行搜索、扣押相关证物及现金达新台币6500万元，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蔡某等6人获准。检方认为，挂名董事长的爆料公社线传负责人，也有线传线业的董事员工6个人，有脱稿经多亡的顾虑，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姓陈网称涉案程度无悬，传的影片无未成年，以20万块交保。伊也伫个人社群背回无做违法的代志。爆料公社是声明是线传负责人个人的行为，甲爆料公社营运经营的方向无直接甲间接的关系。公司营运正常，只是互人关起的网站私密影片漫画出，受害未成年人数还搁咧查。儿少的性影像不慎外流，应尽速处理。第一，不删除照片及对话；第二，立即求助；第三，截图收证保全证据；第四，报警。软硬兼施要求我要提供照片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家长跟老师可以协助孩子去发展一些回应的机制？第二个是说，要让孩子们相信说他有事情是可以找家长跟老师求助的。台湾电视协会指出，加害人诱拐未成年翕影片方法真侪种，像讲假作是爱人的关系，要求翕影片见证爱情，也是假讲是经纪公司找新人，也是拍广告这个话术骗人。对囡仔难免故意闪开这个议题，爱借由双方讨论建立正确的防范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